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课定32%的对点关税，总统赖清德昨暗地面册发文表示，这并无合理反映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针对这项关税措施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也请行政院长杜英台指示相关的部门继续参美方交涉。对美国川普政府撒动关税，总统赖清德昨伫 FB 讲。昨日到已经开会，讲这项关税措施并无法度合理反映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真侪所在无合理。已经请行政院长杜英台伫上短时间内向国人完整说明政府准备工作，也继续甲美国强烈交涉，一定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行政院是回应有三大强烈无合理，包括美国对顶关税计算方式不明，台美贸易顺差应该是反映台湾主统产品对美国经济甲国安的重大贡献，也个台湾已经有相关措施预防中国生产地，会继续甲美国严正交涉。对外的整个这个采购跟对外的投资都要用团体战的方式来办理，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道。但是像那个所谓的千亿台积电的这种，那美国说我已经有了，我干嘛再跟你谈？工商团体受到正大影响，工总讲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运输设备、钢铁、阿鲁米制品拢受影响。工商协进会也向政府提出紧急建议，包括随启动危机应变、评估影响、征收降低关税、扩大对美国采购加投资、提供产业援助，一个加速产业升级等五大建议。另外，影响正大一个农产品。这个关税如果34%下去，其实对我们冲击美国客户那边，可能他在订购的意愿上量可能就会下降，这样是对我们其实影响。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对我们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像业者手内这个拿回灾，以前小期美国是唔免关税，这么就要扣32%，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美国这边的其实量其实并不算多，那以台湾雕的话，可能每年也才一两千公吨而已。对，那其实。如果说以真正水产的出口国来讲，其实我们台湾其实占比其实是蛮小的。学者认为，这波对顶关税，台湾出口美国的关税增加这么多，水产农产品的外销成本增加，以后销去美国的计价会较贵，恐惊会降低产业的劣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